是我徐伟老师，大家来学客家话哟。第一句话，来一瓶酒，顺便来一盘蒜炒香肠，哎呦，好吃哦。第一句，来一罐酒，来就是来一罐，就是一罐，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瓶一罐酒，这是酒啊。孙沙就是顺便，要开口念了，拜托嘛，求求你来跟着念，孙沙，顺便来一盘，来一盘蒜呢炒盐葱，蒜呢就是蒜，炒就是炒这个动作，盐葱就是香肠，哎呦，好吃好吃，好，坦蛋出来，坦蛋就是跟着，哎，跟着就来，马上来，还有咯，拿一副碗筷和汤匙哦，拿一副碗筷，嘴巴张开来，碗筷，捞就是汗，同词，那当然就是汤匙了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很简单吗？哎，我们请特别来宾讲客家话给你听哦。来一罐酒，孙沙来一盘蒜呢炒盐葱。好，弹出来。强哥拿一副碗筷，老同志。没问题，耶！好，这一集大家学到什么呢？没问题，哎呀，学到最简单的没问题啊，也好啦，一次学一句就够了。没问题，按字say哦，拜拜。